歡迎大家收睇酒店伺服器。話說導演我喺9月份嘅時候睇咗一個某個商會開嘅大型音樂會啦，有個歌手求婚嗰個啊，就發現咗有一間酒店，我哋好多時經過都淨係買嘢，但係就好少聽人有話住過嘅。所以今次同大家要試住嘅就係澳門威尼斯人酒店。澳門威尼斯人咧就位於路氹城圓形地附近，屬於頭一批喺路氹城嘅酒店，所以交通係非常之方便嘅。無論係巴士、的士定係發財巴，都可以好輕鬆咁樣就到。今次我要試住嘅就係威尼斯人裏邊可以訂到最貴嘅套房，叫做豪華維羅納套房。雖然話係最貴，但係平一嘅價錢其實只係港幣1900蚊左右。不過喺我 check in 嘅時候，櫃台嘅姐姐竟然可以話：弟弟啊，我幫你 upgrade 咗一間更高級嘅房型啊！本住試服嘅心態，所以就順便介紹下佢講嘅所謂更高級嘅豪華維雅套房。一入到嗰間房，玄關嘅附近就係客廁同埋步入式衣櫃，向前行就可以見到一個非常大空間嘅大廳，梳化、餐台、落地大玻璃呢啲永遠都唔會缺席嘅。至於睡房就係一個基本嘅睡房格局。特別在雙人床係以貢多拉船作為設計靈感，主人房嘅浴室空間感非常之足夠，而且一個 size 啱啱好嘅浴缸，聽上嚟好似冇乜問題喎。但係點解我會拒絕入住呢間套房呢？原因有兩個。第一，空間雖然大，但係佢個空間運用得非常之唔合理。大家可以見到，雖然間房大啊，但係擺晒家具之後，好似一間玩具屋咁咯。第二就係間房雖然睇落去大，但係其實佢係次一級嘅房型嚟嘅。比我預訂嘅房仲要平咗200蚊，為咗觀眾嘅福利，我都係要轉翻原本嘅房啦。咁我咁堅持豪華維羅納套房有咩特別先？首先玄關部分一樣都係有客廁同埋步入式衣櫃嘅，再向前行就可以見到一個好巨大嘅空間。因為佢冇一個主體嘅分隔，勉強叫做有一個屏風分隔翻客廳同睡房嘅空間，所以我都係叫佢做房啦。擺設上邊同上一間房其實差唔多。比較唔同嘅係呢間房有一個所謂小廚房，但係冇任何煮食嘅用具，而且我會覺得佢似 wet bar 多啲。而房嘅出邊有一個戶外嘅空間，除咗餐台同躺椅之外，仲有一塊草地。係啊，我都係第一次住酒店，出邊係有草地可以俾我用嘅。到咗套廁部分，雖然佢比較貴，但係佢反而係冇浴缸嘅，有一個空間可以放到3至4人一齊沖涼嘅企缸。前提係你要有3至4個人先。頗大嘅雙人洗手台，近門口位仲有一個化妝嘅空間。又係時候講下入住心得啦。今次無論我揀上一間房定係我今次入住嘅房，我心裏邊都係一個疑問，就係間房咁大真係好咩？係嘅 ，staycation 房越大感覺就越放鬆，但係我感覺威尼斯人嘅房大就大啦，大而無當咧。你睇下。佢嘅廁所咁大，淨係放個屎塔，邊有咁戇？唔通威尼斯人啲房係用嚟捉迷藏嘅，或者殺萬雞用啦？威尼斯人呢就有歐陸式嘅泳池，不過去泳池條路絕對係我入住酒店以嚟最長嘅，又要行長走廊，又要轉地梯。話雖如此，泳池嘅風景亦都係不容忽視嘅，因為佢分開咗4個主池，再加一個按摩池。加上歐陸風嘅擺設，彷彿就好似去咗歐洲度假咁。事不宜遲，今集我邀請咗澳門嘅 DJ 美女 Natalie 帶大家嚟個 Pool Tour，有請。作為澳門首個綜合度假村，威尼斯人的確有佢個人之處嘅。前排打卡大熱嘅 Teamlet， 近排好多人排隊去食嘅 Hero 拉麵，又或者商場周邊嘅配套係我住過酒店裏邊最完善嘅。又到咗總結環節啦，
唔知大家今次聽落去會唔會覺得我比較少講房呢？原因係房裏邊真係冇咩亮點可以講。雖然床褥偏硬身，但係佢枕頭偏軟，所以搞到入睡嘅體驗好一般。而且房間雖然唔大，但係佢嘅空間或者插座嘅規劃都唔係太好。我諗佢啲房唯一嘅優點就係空間大，可以做無障礙嘅設計。另外唔知點解，我每次見到佢個長走廊，我都會諗起啲恐怖片咧，尤其是係嗰套閃靈啊，嗰對姊妹花。另外一個要我說嘴嘅地方就係員工嘅部分啦。check in 嘅時候咧就嘥咗我半個鐘。雖然咧前台有俾我水啊，但係感覺都幾尷尬嘅，因為我喺官網度訂房嘅。理論上 check in 嘅時候只需要個人身份證同埋信用卡就可以好快搞掂，但係唔知點解入住嗰日就睇咗我20分鐘時間喺度對資料。呢樣都唔係我嬲啊！我最嬲嘅就係 check out 嗰陣時，原本就訂咗 book 咗轎車嚟嘅，但係前台咧就冇話預訂。於是咧，我喺前台等咗25分鐘，冇結果之下咧，先轉翻去轎車部。最後就發現嗰架車人哋停咗喺門口，準時到㗎，我企咗25分鐘。所以我認為威尼斯人嘅員工咧，訓練係要有待加強。有待訓練嘅員工，怪異嘅空間分佈同埋大言無當嘅房間，令我對威尼斯人非常糾結。我諗佢比較適合我哋同胞嘅口味啩。係啦，順帶一提。每一次我喺酒店搭 lift 嘅時候，我在身旁聽到的全都是普通話，還有口音啊！我覺得澳門人係可以有更好嘅選擇嘅，5分滿分，我俾佢2.7分啦。我哋下集酒店試學戲再見，拜拜。